我係黃浩光牧師。今日經文係《使徒行傳》第5章12到42節。耶路撒冷教會一開始就有3000人，後嚟增加多5000人。今日呢段經文嘅第14節咧就講信而歸主嘅人越發增添，連男帶女好多。路加一直咧描述教會有量嘅增長，亦都同時咧講到教會有質嘅增長。上一段我哋睇到亞拿尼亞同撒非拉欺哄聖靈，就俾神擊殺，表示神十分重視教會嘅質素。教會另一個好質素嘅表現呢，係有好多神蹟奇事發生，以及信嘅人呢係同心合意。第12節咧再次用同心合意呢個詞呢嚟形容信徒之間嘅關係。第16節提到有病嘅人以及被鬼纏磨嘅人，全都得了醫治。全部都得到醫治，係一幅十分美麗嘅一個景象。今日好多醫治恩膏嘅神僕咧，為病人祈禱嘅時候，我哋仲未見到全部嘅人都得到醫治。有部分人呢100%好返，有部分人改善咗好多，亦都有部分人呢係一啲都冇好到嘅。我哋期待有一日我哋能夠回復返使徒行傳第5章呢個光景，就係全都得了醫治。其實呢種情景跟人嘅期待或者信心係有關係嘅。睇第15節，啲人呢甚至期待彼得個影可以令到啲病人康復。聖經並冇講彼得個影有冇醫治恩膏，但我哋知道全都得了醫治。聖靈喺一個聚會有冇好大嘅工作，有時唔係只係在於講員有冇恩膏或者有冇能力，而另一個因素都係十分重要嘅，就係會眾有冇期待嘅心。呢個期待嘅心就係信心，佢期待有嘢發生，期待神做一啲奇妙嘅事。當時啲人可以分為兩種人，一種呢係唔信嘅人，佢哋唔敢貼近使徒，雖然見到有神蹟奇事，但都好想呢敬而遠之。喺呢啲人身上呢，佢哋冇期待嘅心，就唔會有嘢發生啦。另一種人呢係信嘅人，有期待嘅心。佢哋將病人抬到街上邊去，放喺床上或者褥子上邊，係信心嘅具體表現。如果冇期待嘅心呢，佢哋係唔會咁做嘅。結果呢就有神蹟奇事發生啦。接住呢，使徒又面對另一輪嘅逼迫。最嬲佢哋嘅就係撒都該人，因為佢哋唔中意聽到死人復活呢種嘅道理。而使徒咧越加傳講，佢哋就越心虛，因為耶穌係佢哋釘死嘅。所謂咧崩口人忌崩口碗，佢哋最怕使徒所傳嘅信息，就下令捉佢哋坐監。但天使夜晚放晒佢哋出嚟，並且叫佢哋去聖殿將生命嘅道講俾百姓聽。可見使徒除咗行神蹟醫病之外咧，最主要咧都係講道。當使徒受審嗰陣，個個都理直氣壯，好有力咁樣回應公會嘅人，令佢哋冇得反駁。禁止唔住，佢哋就想殺咗佢哋。但公會其中一個成員叫做加馬列，就勸咗佢哋。理由係，如果呢件事係出於人呢，遲早係會煙消雲散，唔會持久，所以咧唔使禁制佢哋嘅。但如果係真係出於神呢，佢哋逼迫使徒就等於攻擊神。當然加馬列並非係幫助使徒。從佢所舉嘅例子之中咧，都知道佢其實係唔相信使徒所講呢啲嘢係出於神。呢個加馬列喺當時係一個非常出名嘅法利賽人，係保羅嘅師傅嚟嘅。最後咧，我哋睇多一個重點啦。第一咧，就係呢個32節。彼得話神賜俾順從之人嘅聖靈，即係話我哋追求聖靈咧，必須具備一個條件，就係順從。使徒由於順從，敢於面對審問同埋鞭打，佢哋先至有聖靈嘅能力同埋喜樂。大家睇40節啦，佢哋被人打完之後咧，聖經話心裏歡喜，呢個就係來自聖靈屬天嘅喜樂啦。好，我哋祈禱，神啊，我哋求聖靈賜下更多嘅恩賜，更大嘅恩膏，
我哋亦都要有順從聖靈嘅心，因為你係主，我哋係你嘅器皿，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